D4 Culture AI 笑爆你支蛇爬行比賽。四妹揾咗3條蛇進行爬行鬥快比賽，分 A、B、C 3條跑道，估邊條最快。大丁話：邊條最快我唔知，邊條最慢我就知道。四妹話：咁邊條行得最慢啊？大丁話係 C， 因為佘詩曼，佘詩曼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，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，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